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绝望绝望大地。绝望大地呢，就在右下角这个探险。我们平常打一些关卡，也是一样在探险里面。然后它右下角还会再多一个绝望大地。绝望大地点进去啊，它里面每一关都是 BOSS，然后要能够点进来，你要等级满60。我目前只能过第一关而已，有点拉惨。第二关走位走得不好，所以始终一直都没有过。好啦，那不管了，我们就先介绍一下绝望大地第一关好了。它能够打，它每一个关卡，绝望大地里面每一个关卡，它都会掉英雄的碎片。我是听一些盟友说的啦，因为你看我们点第二个，它也是一样会掉英雄碎片。至于后面这些关卡会掉什么碎片，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我还看不到。那我们就先来打第一关，它也会掉一些，现在目前第一关都掉精装的头饰。有战士啊、盗贼啊、射手，还有一些坦。那我们先来打第一关，基本上我都用这4只打啦，坦克、刺客，还有弓手跟捕师。建议刚开始打的话啊，就是守护神这个龙，还有5种龙嘛。我建议是刚开始满60或是60、61、62的时候，战斗力不足的时候，就用毒龙，就先让它扣一些百分比的血，这样会比较好打。那我们就先进入喽。还蛮帅的，所以要注这个王，其实打久了就觉得还好，就是有点，因为可能现在等级比较高，装备比较硬的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像打木桩。哎呀，我忘记我的毒龙刚刚用掉了，在打别的时候用掉了，没关系，应该是不会死啊。他在中途的时候啊，会放恶鬼召唤，有没有？就是放小兵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小兵先杀死，因为他好像会吸取小兵，然后增加自己的攻击力，所以我建议小兵一出来就先把他杀死。然后王打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会丢地上有一个紫色的圈圈，那个要闪，因为那个还蛮痛的。你看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王又生气了，他又招小兵了，所以我们要赶紧先把小兵处理掉，不然王会越打越痛。你看现在已经丢出来了，要先跑，不然会很痛。基本上我打到现在，我只会丢1次而已，可能他就丢这么1次而已吧，因为我是还没看过他丢第2次啊。然后左上角这个时间啊，如果你打太久，大概剩1分钟，王就真的狂暴了，会越打超痛的，应该是会死啊。不过我现在是不用打这么久了，所以是不用担心啊。
而且第一关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走位，你只要小兵能够及时杀死，你的攻击手攻击力要够，然后把小兵先处理掉，然后再过来就是往丢那个紫色的圈圈的时候及时走位。基本上第一关大概就这样，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啦。看它会掉，话说我的英雄碎片呢？机车我还没有打过，没有掉碎片的，傻眼。所以它是有几率不会掉碎片的哦。我第一次遇到，还蛮傻眼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绝望大地第一关就介绍到这了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